烈焰燒毀了一切，日日食幾包煙頭隨處掉，火種焫着了只碎垃圾野禍，誰會讓大廈財物故人復在？烈焰燒毀了一切，若沒有火種，怎樣成意外？個個搏命點香燭祭品，拜神，神秘又並沒存在，但有火災，為救災淚永芳，笑龍枉死在火場，哭千聲都不能復在，食下煙拜祖先，遺留火種害死人，衝天的火災繼續來。烈焰燒毀了一切，若沒有火種，怎樣成意外？個個搏命點香燭祭品，拜神，神秘又並沒存在，但有火災，為救災淚永芳，笑龍枉死在火場，哭千聲都不能復在，食下煙拜祖先，遺留火種害死人，衝天的火災繼續來，為救災淚永芳，笑龍枉死在火場，哭千聲都不能復在，食下煙拜祖先，遺留火